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7月7日公视第一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天有什么新闻重点。气象局发布高温资讯，受到西南风影响，台东已经出现小风，昨花莲玉里出现39.1度的高温。台北市大巨蛋昨发生公安意外，一个工人红灯掉，内检处罚30万，嘛要求局部停工。关西可可李文昨传出因为忧郁症过身，才48岁。医师表示讲，忧郁症的病人自杀的风险是一般民众的20倍。新闻开来看最近一天比一天较热。气象局今仔嘛发布高温资讯，受到西南风影响，台东已经出现小风，昨花莲的玉里嘛出现39.1度的高温。气象局是表示讲，明仔载到礼拜日哦，佮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天气拢无啥云，所以全台湾的紫外线指数较悬，尤其是北部、花莲佮台东嘛可能会出现38度的高温，所以出门都爱洗哩，嘛爱随时补充水分。热人出门，行伫路面，真侪人拢举伞咧掠日。天气热翕翕，气象局预测拜五到礼拜这段期间会是上热的时阵，甚至有真侪所在拢有机会出现38度的高温。其中在桃园以北、花东纵谷一带呢，我们提到是有37度以上高温出现几率。那大概在比较高温的地方会出现38度这样的情形。气象局表示，受到太平洋高气压的影响，全台湾紫外线指数拢偏悬，佮加上天顶无云，所以全台湾拢有机会出现高温。另外，受到西南风的影响，闪方面的台东已经透小风，拜四中昼左右，花莲的高温警示是红色的灯号，有可能连续出现38度极端的高温。那在周五到周末的这段期间，也就是最为炎热的时期，其实高压的势力影响是比较显著的，所以在午后热对流的发展上面是比较限缩，中午过后的降雨也是比较偏少，集中在山区。而因为这个高压的影响呢，整体的环境都是偏晴朗，加上一些地形的效应，特别是像是花东纵谷地区一带哦，那可能在比较偏花东地区是有一些分风的现象，会发现。气象局表示，这么热的天气会维持几日天。后礼拜一开始，受到东南风甲太平洋高气压向北边线的影响，全台湾水汽甲云量会慢慢变高，气温才会对咧下降。提醒这几天有要出门旅行，也是伫日头骹做事的民众，爱加啉水，避免着沙。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南市本土的天高率，计共已经有190例，伫永康有几例找无感染源。台南市目前的警戒嘛已经提升做1级开设，今下市政府相关的资源要来对抗天高率。台南市防疫单位和化学兵找了透早来到永康，准备要除药啊消毒，就是因为这嘛传出几人件感染源不明的天高级病例，相关单位也总动员来防疫。大家做好那个水的容积，尽量把它倒掉，不要有长决绝，对啦。那就是突然之间才产生的啦。有没有说查出它是哪里来的？目前还没有。那公所这边就是全面的，就是要做知清，然后再来做消毒这样子。台南市天高节找5增加13例，算来到当已经有190例。除了同在区、仁德东区以外，疫情渐渐向外扩散，病例分布的所在已经有7个区域。台南市府已经把防疫指挥系统提升到第1级，也就是大家局处、区公所、卫生所、各军各营事业，也有相关单位拢要整合资源，做伙来防疫。全体卫生及环保人员不分冷区热区，全员投入第一线的防治作业。针对阳性容器违规的部分，我们会加速裁罚的程序，以唤起各界的重视。除了台南天高节炭烧以外，各县市嘛有增加的病例，包括高雄一个婚龄病例，其中高雄的案例和台南的血清共型，是对台南探出去的案例，婚龄是不同款的感染源。地方政府嘛开始在做化学防治，加强环境变数，也个探病网密度调查等等，来进行健康监测的防疫措施，希望会当降低疫情扩散的风险。记者综合报道。
来看，针对新北市邦桥幼儿园饲药仔的争议，医权会创会理事长王美君早起甲来这幼儿园的家长，到监察院检举新北市政府违法失职，望讲监察院会当立案来调查。老师，你为什么要打我小孩巴掌？我送大把的学费去是给孩子打巴掌喂药的吗？家长的情绪真激动。课后咧斗教保员无适当的管教，囡仔最近才愿意讲出来，讲伫个案发的园所去互老师甲扇嘴皮。新北邦桥某一间幼儿园，亲像这个饲药仔案都还袂散，幼儿园的家长初六早起去监察院检举新北市政府，接到家长通报了后，无紧的做处理，各项违法失职的行为，请监察院来介入调查。从第一批家长报案开始，为什么新北市教育局会没有协同，在隔天没有协同检警就入园稽查，直到18号检警再去搜索，这时候证据早就没啦。这么多的学生，这么多的幼儿，为什么只有这么几位家长？侯友宜你成功了，侯办你成功了，你到处告人，然后带风向，真的吓到这些家长了。家长丁前讲。针对最近新北市邦桥甲汐止两件饲药仔案，启动调查的定数无一致，对邦桥园所有明显延误调查，无法度随来保全证据的事情，致使检警搜查监视器、囡仔检体这个关键的证物出现困难，影响到案情，太好职守无尽到监督的责任。我们维护家长跟孩子们的健康，这是我们一项的原则。我们尊重家长。那目前呢，我们正在积极的做行政查当中，我们也尊重司法机关综合相关的事证及科学的一个验证来认定一个结果。新北市教育局强调讲，绝对会和所有的家长、幼生，也有幼教老师徛伫个共一个阵线，坚守依法行政，会紧密来追回真相。新北地检署进前嘛公布36个受检学童的检验结果，拢无验出巴比妥、苯二氮平这类的药物。不过，伫个案件还佫伫个侦办还未签结。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北市大巨蛋将发生公安意外，一个做电信工程的工人亲像红灯着昏迷，送医不治。劳检处除了罚30万，嘛要求爱局部停工，嘛甲这个工人的头家和现场的负责人移送地检署。那昨天因为施工的时候大概吃电，那送到医院的时候就已经 OK， 所以这个部分当然我们劳检处在第一时间的到现场。那原则上就3楼到5楼沿船这一个施工的这个部分，我们是勒令停工。大鸡蛋就我所知道，当初大概有2个地方，一个就是这个关渡，还有现在选的这个地方。所以一般这一个大鸡蛋大部分都会设在这一个市区。大巨蛋发生公安意外，台北市副市长李树川伫面册讲要怪爱怪甲大巨蛋母鸭臭的人。外界认为讲伊是批评前台北市长郭文德，造成大巨蛋真歹收煞。郭文德嘛呛讲只爱怪马英九。副市长李树川今仔是讲伊并无特别指向。郭文德嘛质疑讲大巨蛋的地点无好，煞来是会真歹处理。副市长李树川是认为讲，因为关渡是湿地就爱开真侪钱来征收土地。另外，伊嘛强调讲，全世界的巨蛋大部分拢是选伫交通真利便的所在。再来看行政院今仔宣布房屋税差别税率2.0的方案，将对囤房税收法提出2大方向，包括现在是县市规划，未来改做是全国规划。现在的税率超过3间厝会互扣上悬3.6%的税，新的囤房税按算要扣到4.8%。今年的9月底法案会送行政院，年底进前会甲立法院各党团来沟通，顺利的话，明年的7月份会实施；2025年的5月份会开始来征收新制度的囤房税。房市国再投入震撼弹，行政院会今日公布房屋税差别税率2.0方案，未来修法会来加重囤房税，望会当来落实大的正义，减轻大的负担。这个政策这个走向，这样还应该是不错啦。就是以我现在也是年轻人的角度来想，打不打房也回归到原本的屋主的心态都要买贵，都要卖贵。那其实这样一直循环，
让年轻族群是永远都买不到房。我们是授权地方政府，过去是由地方政府可以视情况来订定，以后我们将要求地方政府都必须订定所谓的差别税率。根据了解，目前规台湾亲像台北、桃园拢总有10个县市落实囤房税，6都内底敢若有新北市无来实施囤房税。不二个修法了后的囤房税，为即马现行的县市规划改做全国规划。假使若是单一住大的厝，伫一定的金额以下，税率会为1%甲降低到1%。不二个，若是讲非住大的房屋，囤房税上悬为即马的3%6会当提悬到4%8。也就是讲，假使民众若有6户房屋，敢若有3户是家己住的，剩的3户是非住大，安尼就来算是囤房税的范围。不二个民间认为讲，调悬囤房税的效果，这是有限啦。你的税没有重到促使他改变说，那样我就不要空置，我拿出来出租，拿出来使用，已经失去了他立法的目的。所以我讲它是一个无效的囤房税。用加税的手段跟管制的手段，那如果说正常的商业用这种管制，讲白一点就是走回头路嘛，就是把量减到最少。建商认为讲，新厝是待售商品，毋是囤房。修法了后，可能会致使未来新厝的量缩去，房市的经营会失去平衡，更加不利压制房价，嘛有可能会产生租金转嫁的效应。这项新的政策，假使若是要伫明年7月佫要来上路，后年的5月扣税，还佫有真侪行政作业要克服。记者综合报道。来看真出名。花莲县政府为了要争取国外观光客4月份花莲市直飞越南，今仔搁再迎接泰国曼谷直飞来花莲的包机早起有183个乘客飞来花莲，因要伫台湾耍5日4暝。为着欢迎这班直飞花莲泰国曼谷的西亚航空，花莲机场将特别伫空桥内甲喷水，183个外籍旅客因会伫台湾待5天4暝，因拢真希望去泰鲁阁佚佗，顺便食好食的。หนูเกิดใช่ไหมคะใช่ค่ะอาลีซานแต่ว่าชอบกินพวกชานมไข่มุกมากกว่าว่าชอบ那个我们台湾的珍珠奶茶很好。县府观光处讲，疫情松透了后，花莲拍拼咧争取国际的包机业务。煞4月29第一代台湾包机了后，7月7日还佫含泰国曼谷来展开直飞，煞后还佫有柬埔寨5个区，日韩、新加坡、马来西亚拢要咧洽谈。包机的业务除了可以带来国际的旅客到花莲来之外，我们也方便了我们花莲在地的乡亲出国不用在这个奔波到北部。我们昨天也大概盘了一下，7月5号、7月9号的住宿率都大概到了85%以上。国境开放了后，特间航空公司因的飞机要飞去国外，假使讲乘客量若是无够，要来依持煞咧飞有一定的困难。人口比较少，对飞的话是比较简单。如果要长期这样定期的班机呢，还需要很多的努力。因若这边花莲甲泰国曼谷的包机拢总有7月7日、7月28这2个班次。头一班7日的航班183人已经是客满，28的人数还未定列。因若花莲飞去泰国2个梯次的人数已经有300人，嘛互花莲机场加增加压。记者综合报道。过来投资诈骗的事件真严重国民党立委开公听会指出，讲最近5档的诈骗案，平均一档增加18%。去年民众的诈骗损失嘛将近70亿，比5档前加要7成。也毋过最近5档有7万的诈骗犯，轰判3档以上重刑的，只有355个人，无到1%。立委是批评讲，台湾已经真做是诈骗犯罪的天堂咯。一项一项讲哄骗的过程，希望莫阁有民众被骗。伊是住伫台北市的贾小姐，去年12月10日伫 YouTube 看到财经名人的广告投资消息，就点下骹的广告页连结，结果按照对方的指示加入群组，随后佫下载另外一个 App， 讲投资股票会当获利。为头到尾拢总汇钱10届，当伊想要提领获利的时阵，对方以各种理由拒绝。所以损失的金额达到1600多万。证券行申购股票都是一张，也不见得会抽中。我们就开他的那个信托账户，就变成说很容易就中了。开头的时候我还是蛮有警觉的，可是后面的时候就不可收拾。他就鼓吹你申购股票，
国民党立委赖士葆再去调回公听会表示，最近5年诈骗案平均年增率达到18%。准讲民众报案，公权力介入了后，损失会当入到转来的比例无悬。最近5年，人头小户互人犯罪使用的数量，也为2017年的28000多人，到2021年已经到58000多人。而且刑事局统计，会当看到去年因为诈欺所致死的财损将近70亿，比起5年前激增72%。最近5年，7万个诈骗犯，共判3年以上重刑的，敢若355人，占全部的0.5%。和台湾所变做一个高学历、低法则的犯罪天堂。原来的条文定的3年以上、7年以下，可是你注意看哦，3年以上判下来只有0.5%啊，这个是不是也助长犯罪？是不是要从现在的1年以上、7年以下修正到3年以上、10年以下的部分？那这编部里面会带回去进行这个演绎。有新的太阳进来之后呢，我们导到银行的人头账户的一个管制系统里面去。那目前为止呢，我们大概收集了新的太阳有30种。金管会讲，对防范诈骗，除了加强甲司法单位的合作，对人头小户，只要是和法院、检察署，也是司法警察机关通报是警示小户了后，原小户持有人就无法度搁开新的户头，伊的其他存款小户也会互人暂停。所以嘛，要求银行都要强化客户身份审查做法，落实主动关怀，通降低诈骗案件。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湾的外送员超过14万人，外送产业工会是呼吁讲，应该爱立专法来约束新兴的产业。也毋过目前只有民众党有提出立法的版本，嘛有送去委员会咯。伊嘛甲劳资的关系认定做是头家甲新劳有受到劳动契约的保障。外送员伫大街小巷走动，疫情以来外送产业正发展，全台湾外送员人数已经突破14万人。毋过外送员一直反映平台业者单方面改变抽成制度，也是派单的方式无公平。毋过各县市虽然有自治条例，规范拢无同。工会阁讲，需要有专法来支持新兴产业。那么最关心薪资的部分，这些东西目前在自治条例都没办法有效去处理。那我们会之所以希望有专法，是因为它有点类似像是比照计程车的模式，由平台、政府跟工会3方去共同制定出一个最低的门槛。目前，敢若民众党提出党版的外送平台管理甲从业人员保障法，虽然有送入立法院，毋过无排入审议。民众党讲，外送平台进军台湾已经有7-8年啊。除了劳资争议，也有交通违规事故这个乱象，应该都要赶紧催成法规来规范。有专法总比现在争议2-3千件，消费端、商家、外送员、政府开法院审理毫无这个依据。我们会要求不要适用劳基法，不是雇佣关系，而是承揽关系。定的专法对劳动权益的保护也非常有限。劳动学者讲，先进国家像讲西班牙、美国加州，最近拢甲外送员劳权入法，回归雇佣关系。那意大利是伫雇佣加承揽中央列一个平均，互外送员准用部分雇佣关系。若做咱台湾立专法，煞无法度查清楚外送员的身份，安尼对劳方来讲也是无彻底保障。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的公立高中职目前一班是35个人，私立的高中职一班是48个人。也毋过，少子化严重部分私立学校学生的欠业是愈来愈多，所以教育局是规划讲113学年度开始，一班拢要减少1个人，所以台北市大约会减少700外个招生的名额。现代人囝势少，台北市高中职的招生欠缺，逐年拢搁加，尤其是私立的更加明显。教育局招各单位来讨论，考虑对113学年度开始，公私立高中职逐班拢要减少1个。可以协助学校的环境空间的友善改善，然后也可以有助于师生的互动，提升教育品质等等。台北市公立高中职逐班要对35降到34人，私立的对48降到47人。那照目前国校的状况来算，建中得减少23人，拜鲁减20人，成功高中减21人，全市得减少700个。成功高中的校长是指出，多数教育人员拢赞同减少一班的学生数，那加减班来相比，对学生甲家长的冲击感受嘛会较小。
中人是一个年级10个班，对，不过就是减10个学生，那跟减一个班35个学生比起来，那个压力是舒缓许多。今仔伫咧新北市每年维持公立高中节一班35个，私立的37个。新庄高中的校长谢金城讲，新北的高中节校长最近嘛有咧建议，每一班的学生数爱逐年拢来降。每班先少一人，然后接下来再少一人，这样调。当然也因为人如果少一点的话，老师的照顾学生还有教学的品质也可以有所提升啊。台北市高中节明年要减少，敢会去好着新北招募满的学校。谢金城认为，若扣掉台北的前3志愿，其实名额无算多，对公立的无啥影响，应该是会好着双北的私立学校。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真歹停车哦，伫4档前就推出限时的停车格，一届是当上侪停15分钟哦。万讲民众办公，还是外送的奥多拜哦，会当暂时停车。也毋过有真侪民众是认为讲15分钟上过底咯。台北市交通局嘛决定讲7月20开始哦，要对15分钟改做上久会当停40分钟。内湖区公所前的机车停车格大字写限停15分，希望满足外送机车也是民众处理公事短时间停放的需求。不过，这个实施差不多4年的做法，民众敢真正用得到咧？太短了啦！人家办事，我进去办事，最起码也要15分钟以上啊！我跟你讲啊，不可能15分钟啊，你最起码要30分钟。所以你觉得不实用了？啊，我连停都不要停。若做要去银行，也是去公家单位办公室抽号码牌的国家等电梯，15分定定无够用。限时机车格一旦讲看会到，停袂到，而且若是无设置超时，佫会罚600至1000字。我觉得不是很合理啊，因为你在外面的话，有时候连机车停1天的话，都不会超过到600到1000的。台北市包括人较侪的树林夜市啊、北一路、松地路4周围等30位校区，也是商店较闹热的地点，拢总有233架限停15分的机车格。市政府顺民意变动检讨，到7月20，拢全面调整为前20分内免费，20至40分钟内收费20块，也就是一届上最当停40分。大概有80%以上的民众，他停放的时间大概会是在20分钟左右，所以我们这次就调整为机车限时停车位为20分钟。刚刚去年统计，台北市限时停车格超时所开的罚单有1925件，今年到5月底已经开1129张。7月20新措施实施，未来若做超过40分，同款也是会罚。民众要停车进前，嘛就爱赔金。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宜兰县有一个妇人人4档前的做事的时阵，虎虎头芳定着，送病院嘛救无回来。死者后生认为讲农业处的人员有过失，提出8万的国家赔偿，一直失望拢败诉。也毋过伫高等行政法院经1审，即马法院是改判宜兰县政府得爱赔偿家属138万，定案嘛袂当去上诉。一般时啊菜啊都毋知是安那芳落来定。啊，定，伊一个老伙仔当安尼定到尾无只出来用白的。电话司法菜园家属难免悲伤，因为妈妈当初都是伫遮种菜，雄去互虎头芳定着，送伊救无转来。死者的后生真不满，认为宜兰县农业处有疏失，提国赔求偿8万。官司告4年外，经过1审、2审败诉，最高法院发回更审，即马高院经1审改判赔138万。一件事，一理念是，我为做囝爱为人母发声啦，冤枉死的啦。啊，行4年啊，真辛苦，啊嘛是影出来的正义啦。专案会当改判，是因为合议庭考虑伫司法10天前，都有民众反映电话条顶有芳臭。农业处的人员迄天无处理，拖4天才通报台电，造成调度作业延后。现场嘛无设经过标志来提醒，认定宜兰县政府无积极预防危险的发生，疏忽执行职务，必须都爱负赔偿责任。如果说未来没有再上诉的可能哈，那我们原则上会尊重司法的一个判决哈。这届专案定案，宜兰县政府表示尊重，嘛讲代志发生了后，已经针对抓芳的相关流程进行检讨改善。不过对死者的后生来讲，也总算有万来正义。记者综合报道。
偏色的争议继续拖，立法院这个月会开临时会来处理性平三法的修法。民进党的立委范云甲妇女团体早起开记者会，因提出4个修法的方向，包括改革申诉的制度、加强行为人裁罚等等，相当会当罚50万块。妇女团体嘛建议讲，偏色的案件应该交予地方主管机关来调查，避免救援兼裁判的状况。以行动回应迷途，真正接住被害人，真正接住被害人。性骚扰争议伫台湾真侪领域摊开，安怎真正帮助保护被害者？呼应支持，立法院会召开临时会，希望会当完成性平三法修法。民进党立委范云、蔡立甲妇女团体联手，提出性平三法的4大修法重点，包括改革申诉制度、法制化被害人保护经费来源，加强行为人裁罚参教育。职场性骚扰，假设行为人跟被害人不是同一个雇主，那被害人雇主也处理不到行为人。那以及目前雇主如果是加害人，如果是行为人，会由雇主自己来做性骚的案件调查。目前这个都是以内部调查委员为主的情况下，尤其是这个权力不对等的关系下去引入更多的这样的一个外部委员的身份来进行调查。立委指出，即马制度有真侪欠点，才会予受害者爱站出来为家己发声。针对于这场性骚扰，若雇主是行为人，妇女团体认为应该修法，由地方主管机关调查，避免发生救援兼裁判。被害人甲行为人无共公司，是由行为人的雇主调查甲定处。那调查爱纳入外部委员，另外爱将性骚扰防治法的申诉期为1年延长到2年。性工法部分应该更加纳入被害人的服务机制，有多元的求助的管道以外而且劳动部这边应该是要有编列足够的一些资源，县市的劳动局也应该有编列相关的预算提供这些职场上的性骚扰被害人。行园性骚扰的部分，妇女团体认为，老师对学生的性平事件调查委员爱全部外聘，受害学生也有权参加加害教师的教评会考核，同时针对行为人无现金义务的机关提悬法则，相当会当罚50万，就此杜绝暗砍加食案。记者综合报道。环保署明仔载要召开位伫基隆第4天然气接收站的环评会议。早起有环保团体去环保署抗议，因认为讲台湾根本就无欠电，政府却一直搁要起电厂。因认为讲第4天然气接收站根本是无必要开发。非常不缺电。提出台电官网的电力相关资讯，环保团体认为台湾无欠电，不过政府却一直要起电厂，佮加超价的电价，也佮无合理的亏损，会阻碍高耗能产业的节能发电。成本嘛是3.8985，然后去年只卖了2.7246元，不缺电，但是又不敢涨电价。这个电价，尤其是对于高耗能的产业不涨电价的话，它其实没办法去做节约能源。要毁掉我们基隆非常重要的生态海域，而阻碍了我们台湾科技之岛对于节电技术的快速发展，以及公民电厂的全面发展。中南部款团联合声明支持基隆反四接行动，佮呼吁其他团体莫利用中南部对气癌的惊吓造成区域对立。佮点出政府正讲要起3接，北部都未欠电，不过即马佮讲要起4接，这根本都是假欠电。没有4接，北部会缺电，但是呢，3接盖了之后，证明还是缺电，假缺电，所以要4接。充满智慧的台湾人，他们不会让你们得逞，所以你们用了一个很卑劣的手段，没收公投。环保署表示，初次要召开协和发电厂更新改建计划的宽频延续会议，会依照5月初审会议登记的团体，民众照顺序发表意见，各界会当用书面意见的方式来提供审查参考，同时也呼吁爱理性表达意见，留予宽频委员客观审查的空间。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来看，美国国庆连假真无平静，包括费城、保尔德摩甲德州有真侪大都市发生大规模的枪杀案件，造成至少10个人死亡，有60个人受伤。专家嘛指出讲，美国特当的国庆假期是发生枪案的高峰期，
尤其是疫情以来美国有情的民众愈来愈多，所以枪杀案嘛增加不少。芝加哥高地公园初时举行追悼仪式，纪念2022年国庆日即天枪击案的7个罹难者。类似的悲剧事件今年有更较严重的趋势。根据枪击暴力档案组织的统计，2023年敢若7月初时甲初5这2天，全美国发生至少10件大规模枪击案，包括华府、巴尔的摩、费城、路易斯安那州、德州、佛州，为大人到一岁细汉囡仔拢无大遭险。专家分析，连续4天长假，室外活动增加，国家疫情了后，有情的人有较侪，这拢是造成枪击案增加的原因。Well, most large gatherings don't have police protection. A block party wouldn't have police. A house party wouldn't. So that in those cases, the police just wouldn't. They'd have to respond, and by the time they get there, much of the damage has already been done. 数据显示，为2014年以后，当年美国国庆假期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的次数，比其他日子有较悬。尤其集中伫7月初时这天，美国2023年以来已经发生超过357件大规模枪击案。这原来凸显社会充满种族甲文化的对立，也加对政府更较无信任。枪击管制这个老问题，搁再引起关心。Arming teachers is not the answer. Banning assault weapons and high-capacity magazines, extensive background checks, they're part of the answer. 拜登初时即天，搁再声明去年签署的2档安全社区法案，原来为枪击管制法建立里程，承诺会进一步执行国会提出具体做法。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美国的白宫拢有开放游客参观，也毋过最近伫出入口一个互民众放电子产品牌仔的所在竟然出现毒品。官方嘛证实讲是cocaine古柯碱。古柯碱到底是哪入去白宫内面呢？美国白宫特勤人员调监视器加访客记录比对查验。Where this was discovered is a heavily traveled area where many White House West Wing, I should be even more specific, West Wing visitors come through this particular area. 总统拜登拄则度假回来，对记者问古柯碱的代志伊无回应。白宫讲，总统认为彻底调查正重要，一若调查内容是毋是包括有人接受药检，上皮的讲会采取任何适当甲有必要的行动，这嘛将直直等特勤局的调查结果出来。I just don't have anything more to share. This is in their purview, and so we're going to allow certainly the investigation to continue. 白宫特勤人员是初2礼拜下昼伫咧做例行安检时阵，发现不明的白色的粉，伫排除安全记录了，送去检验，证实是古柯碱。白宫方面无讲量有偌济，迄当阵总统拜登一个伙仔正伫咧大会营度假，最想是拜登翁某大行政官舍，包括椭圆形办公室、内阁会议室，抑个总统府工作人员的工作空间。会出入者有政治工作人员、因的人客，抑个媒体记者，是人员出入较接的所在。定礼拜5、拜6礼拜有西上的导览活动，政府官员会当带朋友甲出来人申请西上的导览。非工作人员参观进前，爱甲电子产品、甲其他物品放伫咧置物区。消息人员讲，拜登因的家人一般拢是自东商出入。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辑。全球气候异常澳洲出现真罕见热人的风台，叫做波利，影响到荷兰甲德国，目前已经造成2个人死亡了。另外，包括国际航空甲铁路的交通，嘛拢受到真大影响。医护人员伫风雨中为就医受伤的人做心肺复苏。罕见的热天风暴波利升到荷兰甲德国，伫荷兰阿姆斯特丹附近的哈尔伦市，一位51岁妇人因为树仔倒去，缀着伊的轿车煞死亡。阿姆斯特丹有2个查甫人，分别去互吹倒的树仔甲电火条仔缀着煞受重伤。德国方面伫瓦近荷兰边境的德国瑞德小镇，一位64岁妇人去互倒去树仔缀着死亡。荷兰当局要求地区数百万人留伫厝内。At first, I was like, okay, should I go outside now or not? And then eventually I decided to go biking. But at first I was like, is it safe or it's not safe? 初5，欧洲上无形的动电之一阿姆斯特丹，司机普机场也因为大风取消400航班。陆上交通方面，真侪路树倒去，影响车辆通行，铁路运输也受到阻碍。I was going to train from Amsterdam to Berlin, and it got cancelled, so we can't go anymore, unfortunately. So we're going to try to get a bus maybe from here to Eindhoven, and then a taxi or something like that from there.
另外，伫沿海地区是因为大风造成破坏，荷兰气象局表示，北部的以节麦登港测到11级风，阵风每点钟146公里。气象专家表示，这场热天风暴是侵袭荷兰史上上强，当局发布罕见相关级别的红色警报。另一摆荷兰出现类似强度的风暴，是伫2018年的1月。公司新闻黄伟玲编译。再来看咱国内的消息咯，一间生技公司甲山鸟厝斗空偷测国有的山马，警方发现这个集团哦，专门伫屏东的山区偷挖野生的牛樟菇，卖互业者。这款违法的行为，上济是当罚2000万，也是讲判7档的有期徒。来到屏东山区，警方掀开嫌犯所扛的乌布，发现地方盗采的珍贵林木。那么久的东西了。至于较偏僻的国有屏东林班地，生长真侪珍贵的牛樟木，还佫有牛樟菇。高雄有生技业者看准到有固定采买的族群，商机真大，甲嫌犯来合作。由嫌犯伫屏东顶国有林班地来走找着牛樟菇、牛樟木，一部分卖去南投，一部分送去高雄生技业者的公司培养，而且卖互唔知影的民众。为去年10月到今嘛，不法的金额超过40万。窃取高单价之野生牛樟菇，再贩售给知情的生技业者。本案共计查扣牛樟端木及野生牛樟菇市价大约新台币40万元。警方表示，这个可能嫌犯为首的盗采集团北方掠过一届，又搁转移到盗采地点到屏东来义乡，搁再来犯案。已经查扣2公斤珍贵的野生牛樟菇、牛樟木，包括生技公司嫌犯在内涉案的人员，拢按照违反着三拿法，移送街头地检署来侦办，恐惊面临上悬2000万的罚金，也是7档以下有期徒刑。记者王刘婷、陈显坤屏东报道。来看台铁位伫台中市新民街一排仓库，25特别兴予台中市政府。今仔有50外个打伤，有诶因已经伫仓库摆搭做生理40-50天咯。因早起去台中市政府登前哦，因讲3月才收到公文，7月特别退转去，因要安怎办呢？因望讲市政府会当互因一条活路，也毋过市政府是表示讲仓库会收转来，反过来做活化。50外摊商来到台中市府广场，还佫就地摆搭，讲到移动的所在，还佫集体跪落来，要求市府出面来斗3工，因为摊商真烦恼到这个月底，可能就无再了继续摆搭做生意。就市府就强行要收回，也没有要做任何的规划。我们希望市府再给我们一点时间跟空间。摊商表示，因向台铁新做新民街仓库群来做生意，上久的已经有40-50年。后来建国市场迁建，不过摊位不足，伊嘛无再了迁线一面，只会使留伫原地。不过今年3月收到台铁的公文，7月24号就要终止契约，互摊商毋知要安怎创。无底牌咯，我就可能爱去订房模咯。我50咯，我毋知要做啥。啊，你送报纸，敢有我的份？摊商必须要迁线，是因为原本公办馆要设伫台铁仓库群，后来变更选址。不过台铁还是要将这个土地甲建物关予台中市政府。台中市府表示，到时间的预约来进行点交。因为毕竟是违规在道路上面营业哈，市府即使没有义务，可是我们基于市府可能有摊商这样的一些生计的考量，其实我们这个期间也一直在帮他们找一些适合的土地哈。市府表示，新民街的仓库群属文化资产，后续将会交予文资处进行修复甲活化利用，后续将会协助摊商合法的承租市府用地，而且是公有市场的空档。不过105号了后违法来摆搭，就依照规定来开发。记者台中综合报道。再来看桃园的滨定国中后门的围墙出现壁损，附近的民众甲过路人哦，拢感觉真危险。学校是讲已经通报教育局，教育局嘛已经有找结构技师来看过，初步是认为讲无马上的危险，也毋过哦，伫改善进前，人甲车上好拢爱离较远挂，按算8月会开始维修，10月会完工。桃园市屏东国中学校围墙外有黄色警示线，也打警告牌。详细看围墙底部有未细壁损，社区居民甲乡邻路过拢感觉危险，真惊墙啊倒落来对着人甲车。地面下陷了，不小心会倒下来呀，随时会倒下来。那你看哦，随时会掉下来了。
要重新建过了。趁那个裂缝就还小，不是那么严重的时候，就赶快处理嘛，才不会说万一久了越拖时间越久的话，就会变得严重。学生当日走表，徛伫路边往墙仔内底看。学校运动场甲后围墙边的大路落差有约2公尺。学校表示，早期后围墙这段大路不通，后来新建主体大楼加辟建道路，不过迄当时并无施作隔离墙保护老旧围墙。路边经过车辆长时间的交过，甲大雨压，造成路边下陷，也造成围墙必损。5月底6月初的时候，我们就发现有裂缝，所以我们就马上跟教育局通报，那就派人来会勘。结构机制是研判没有立即性的危险，但是还是要提醒行人要注意了。针对围墙的改善，学校表示，目前维修经费已经核定落来，已经请结构技师详细量算，各为施工图，各依照定数就完公告。预计8月中旬开工，工期预计2个月，大约10月中旬就会当完工。记者综合报道。云林县沿海地区有真侪无会使用的渔蚊农地拢互违法并绘图，甲一寡起厝的本色。最近云林的大西分局3日来就掠到3件，大约有4公顷的面积拢是绘图。怪手伫澎湖的农产种地，为去年开始，小连续有不少违法的业者为各地头再建筑绘图，沿带61线到云林沿海者来偷盗。最近大西分局佮接到民众检举，佮有人伫澎湖云仔甲农地来偷盗绘图。全力取缔，统计6月29日到7月1日3天，查获非法废弃物3件，逮捕犯嫌8人，查扣挖土机、推土机1批，并申请羁押1人。警方表示，违法业者再次车划价2000块来处理一寡废弃物，目前掠到3件，拢总偷盗要4公顷。那其中一案的业者已经再被上把抓，赚超过100万块的侥幸钱。那环保局表示，绘图业者常常骗农民，讲要改善土地品质，争取同意煞来偷盗绘图。违反规定者，将依废弃物清理法第46条的规定，来移送法办，处1年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得并科新台币1500万元以下罚金。环保局表示，即届查到乌白岛绘图的事件，甲进前的绘图集团无牵连。不过，乌白岛真侪拢是建材废弃物，已经违反废弃物清理法。目前已经挖起来送验，看敢有重金属的成分。专案嘛移送云林地检署侦办。记者王伟雄云林报道。来看咱国内健保有登记的血友病，大约有1000个人，以 A 型的血友病人上济因来做一款帮助硬化射，一礼拜上济爱做3届影响到病人的生活品质。今年7月开始，健保针对特定的族群扩大补助，让病人改做1个月做1摆第人。透早5点半，阿弟啊，好起来啊！今仔注射要死无？你今仔血管合定啊，找无血管呢？这段话听起来真惊人，不过却是侪血友病患者的日常。血友病患者会有自发性的关节出血，造成关节的伤害，所以侪患者需要定期接受经血因子静脉注射，预防出血的状况发生。但是一礼拜上侪需要注3摆，影响日常生活。我们不是说静脉注射讲起来就是一次就成功啊，要有技巧。那也有天候的原因，也有年纪的问题。那小朋友有小朋友的困扰。那我们现在打了40年的预防了，这些我们可以打的地方，这些皮肤啦，这些现在我们打针要戴老花眼镜。今年7月份开始，健保针对12岁以下、有12岁以上出血量达到标准的 A 型血友病患者，扩大给付非经血因子药物的资格。这款药物摊位传统药物的每礼拜做几落摆，减少到1个月做1摆。因为它判断期超级长，然后我们可能每2周施打，或每4周或每1周都可以，然后剂量都是一样的。那这样就可以维持一个非常平稳的一个凝血功能，那让病人不会几乎不会再有自发性的出血。但是医师表示，可能因为健保预算的考量，目前这款药物也无全面开放给所有的 A 型血友病患者。但是在欧美国家，会使讲已经是全面开放，医界也望以后通更加扩大范围。记者郭良水台北报道。
有一款水饺叫做骨尖仔，是里个保育类的饺仔。这款水饺是公饺负责不能饲幼饺仔，数量是真少，所以是环境生态的指标。最近伫台东一已经无使用的鱼丸仔，就有人发现讲有一个这款族群伫鱼丸仔第四看，计共是有10只，咱做伙来看卖。烧热天，鸟仔也挡袂住酸水降温。这是台东市郊一个废弃的鱼丸仔，正做鸟仔的快乐天堂。即马出现这种鸟仔是立即保育的水饺骨尖仔，数量少，也毋过全台拢有因的卡掠，也毋过一摆出现一阵大约10只，可能是一个家族。那他们群体那边出现，可能是觅食，那也可能是一家人，然后他们都会出现在这个水域边，然后吃一些无脊椎的一些动物。解说员讲，其实骨尖仔真避暑惊人，规定伫废弃的鱼丸仔出现，可能是遮生态环境好，适合因的生态。也毋过骨尖仔甲大部分的鸟仔习性有真大的差别。一般的鸟仔通常是鸟母的毛的色水较平凡，鸟仔公是较盐较水，鸟母会负责请养后一代。也毋过骨尖仔煞颠倒边，鸟仔公平凡，鸟母真水。鸟母生卵了后，就搁找后一个对象，是后一代交互鸟仔公，互鸟友叫做鸟类的模范父亲。他们比较特别哦，他们是一妻多夫，就母鸟他们去找公鸟交配，那交配完，公鸟就负责孵蛋，那母鸟就继续去找下一位心仪的男生。骨尖仔的出现，也互看作当地生态环境良好的指标，因为台东过去有挖100公顷的养殖鱼丸，也毋过随着东部养殖渔业的没落，未少鱼丸废弃。即马大约剩80多公顷，也毋过废弃鱼丸只会当恢复拢无使用，真歹正常开发。因为干扰变少，废弃的鱼丸仔就变做骨尖仔的避风所在。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宜兰县的蓬莱国小7月24要去美国代表台湾参加贝比鲁斯世界小棒锦标赛，也毋过出国的经费目前阁欠100多万，嘛对外募款哦。咱台湾目前为伫大联盟的选手张玉成，嘛伫并且抛出这个消息来斗相共募款。打击出去，倒手接到球，随团向一垒70跑者，随后队员组织做伙庆祝得来不简单的胜利。宜兰蓬莱国小伫全台12支代表队比赛中胜出，摕到冠军，将代表台湾参加伫美国举行的贝比鲁斯世界小棒比赛。也毋过好好目前只中到480万出国经费，也欠143万7千块。对啊，就是专门帮忙，就是分享一些贴文啊，FB 分享。哦，希望大家多帮忙就对了。对。学校为着欠经费对外募款，学生也请家人斗相共分享消息。连台湾目前唯一伫台联盟舞台出赛的张玉成看到信息了后，也伫并且分享，毋忙帮助囡仔移民。如果你要让家庭去出这些旅费的话，也没有那么容易，所以这一次的募资是非常的辛苦，对学校也是非常大的挑战。蓬莱国小小棒队有26个队员，下日24为台湾出发去美国，先进行刷地训练，然后参加8月7日到13的比赛。体育署的一个出国比赛的一个经费哈，那我们其实历年来都有相对应的一个争取的经验。那我们也会辅导学校，把计划书把它撰写完善，那紧速来去跟体育署来去做争取。官府表示，因为蓬莱国小参与的这项比赛经过询问体育署，回复讲比赛虽然不是经过体育署核准的比赛，也不过也是会当提出计划，申请补助，官府会辅导学校提出完善的计划，继续向中央争取经费，让囡仔会当顺利出国为国争取公营。记者综合报道。来看荷兰的企业非常重视营销发展哦，最近为业者推出有机的观察，这种观察会当自然分解哦，卖当来帮助遗体伫过半月内就回归大自然。新奥斯卖当真环保。白色的外形看起来真有现代感的设计，这是荷兰生技公司的产品蘑菇观察，这不是看大的行销广告。为着要保护环境，这么真侪产品拢会考虑到永续。连人死了装尸体的观察，也袂当降低地球的负担。Yeah, so we don't make stuff, we grow stuff. We grow mushroom-based coffin, and we do it from mycelium, which is the root structure of mushrooms, and upcycled hemp fiber. And together we grow them in a mold in only 7 days into a finished product that within the soil biodegrades in only 45 days.
一直拢伫咧关心环境保育。生技公司两位30岁左右的创办人，伫树林内面观察到蘑菇会当帮助奥茶转化做新生命，就想着讲要做环保观察。每一个观察先伫内底层除大芽草，虽然确实蘑菇唔是茶，因为会当当人的重量。 So what we can see here is the root structure of mushrooms, and here we see all the wires that makes the product so naturally strong. 用有限环境的双种方式是这几年的趋势。蘑菇观察是会当生物分解材料，唔免过去做10几年大丛的树啊。如果会当加速尸体分解，避免污染土壤，和蒙阿波附近的生态环境会当得到改善。因那民众若是要用烧的，买当用环保的骨头糊红。 So this one is a beautiful combination of a regular urn in which you can put in the ashes, but with a tree on top. So if you put this in the soil, this will biodegrade and enrich nature. 这么一卡蘑菇观察就要995欧元，同款材料的骨头糊红是197欧元。厂商一个月会当生产500个单位的产品，销到欧洲，也甲当地殡葬业者合作，提供民众6个特殊的梦园会当台，和人生的后事也当正环保。公司新闻牛眼编译。下晡8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31度，上悬37度。 中部地区上低31度，上悬35度；南部地区上低31度，上悬35度；东部地区上低30度，上悬34度；外岛地区上低28度，上悬32度。再来看未来3天的天气。 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第一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